再来看桃园市的桃园区保定三街，七日下晡有一个5岁囡仔向开车门冲落车，和对向的汽车弄到重伤。车祸发生原因经调查，也毋过医护人员是提醒家长，自细汉就爱教囡仔开车门的时阵就爱看两边敢有车，嘛毋通放幼囡仔家己开车门落车。行车记录器画面，因看到桃园区保定三街路边一台违停的轿车，后座车门向开开，窜做一个查甫囡仔走向对面，和细里的查甫人驶的自小客车弄到伫涂骹受伤。画面看起来是真惊人。事故当下，幼童下车向对向奔跑，与自行车发生碰撞。警方到场协助伤者就医。汽车驾驶人就涉指为零，有关肇事的责任由警方后续来厘清。根据了解，受伤现场的查甫囡仔只有5岁，甲汽车发生事故造成正面头壳遐红肿，生命现象正常，上明性病院治疗。警方表示，调查责任的调查当中，后续也针对违规部分来举发。医护人员表示，这代志也提醒家长，厝内底有囡仔爱注意因坐车安全。提醒家长，上车就养成一个习惯，除了中控锁锁上之外，记得要把后座的这个儿童安全座椅扣上啊。那因为这样可以避免儿童呢从车内向外开门的状况啊。医护人员强调，自细汉就爱有坐车安全教育是真重要，也提醒有读册以前的细汉囡仔，伫车顶家长要主动为囡仔开车门，千万唔通互囡仔家己一个开车门。开车门进前就要落实停看听的原则，注意附近是毋是有车咧行。记者综合报道。